日港剧团的经典戏出人间条件，反映社会当中民众生活。这出戏一搬就搬23年，总共有8出。这人间条件一让6年了后，今年搁再搬。这剧情是对着社会变化加入新的元素。演员也包括着网青补习班老师棉花园第3代，要让观众朋友有一个新世代的人间体验。这就是恁的什么一世代，无大无小无有意的世代啦。演员画出《人间条件1》内底的经典台词，日港剧团的代表作《人间条件》系列中上届经典的《人间条件1》，讲一个普通家庭的阿嬷过身了后，佮附身伫查某孙身上，返来人间所发生的故事。今年大人开始要重新登台，导演吴念真讲，这出戏对一开始到这阵已经进入新的世代。这届重演演员全部定找有歌手、网青补习班名师以及棉花园第3代的下届合作。我记得20几年前演到现在，其实真的时间很长。那是另外一个时代，好像随时都有人会提说，要不要重演《人间条件1》这样。那我觉得既然这样就重演吧，那就是从那个演员里面再去找合适的这样子。拜请五路众生明，速速下凡，都要多快啊！执行导演讲，除了演员下届合作，这出戏的特色是会一直对着时代来变化。这个剧情的背景改做2024年，会阁有新的元素出现，想要让观众挖进生活有一个全新的体验。他跟着年代一直在变化，一直在成长，怎么样来到怎样的年代，他都很好把它把握当下，然后处在当下的环境。比如说那个西施，最早从槟榔西施，然后再变成小甜甜，再来到《冰雪奇缘》的 Elsa、Let It Go， 然后再来到这一期间谍加拉酒的安妮亚，所以那个都会一直在改变，另外，导演吴念真嘛讲，《人间》的剧本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做出一出接近观众的故事，反映社会中小人物的生活，上主要就是要让观众快乐甲感动。剧团也邀请民众做伙进入剧场，重新体验新世代的人间。记者柯川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